各位，7月第一個交易日，港股重上23000關口，但係晶片同人工智能概念股被拋售。環球晶片股大跌市，港股晶片同埋人工智能板塊未能夠幸免。之前屢創新高嘅華虹宏力回吐1.3%，中芯國際跌1%，係表現最差嘅藍籌。市場憂慮人工智能算力過剩，大模型股智譜同埋 Minimax 跌幅超過1%，半導體硬件股沽壓亦都重，建滔積層板下跌1.5%。不過2026年下半場，整體港股開局仍然有得升。之前熱炒嘅晶片同埋人工智能股捱沽，資金轉向傳統藍籌，帶動恒指一度升超過400點，升上23,300點水平。之後承接力轉弱，全日收市只係升174點，報23,055點，成交3696億。如果今次呢複製上一次嘅走勢，2518點，如果反彈由低位反彈1000點左右呢，23,500到23,600咯。50天線而家就降到大概23360嗰啲嘅位置，咁啊暫時都係睇係一個技術性反彈啦。科網股做好，京東集團重返紅底股，美團同小米上升3%至4%。據報，比亞迪研發嘅晶片，出年將會搭載喺最新量產嘅車型，股價上升8%。醫藥股有支持，石藥集團升超過8%，係表現最好嘅藍籌。無線電視盧佩欣報道。恒生科技指數跌17點。睇睇最活躍港股收市價，盈富基金升2毫2，南方海力士一款槓桿產品報109個6，恒生中國企業升9毫2，南方恒生科技跌2仙6，騰訊控股升4毫。中芯國際跌9蚊，阿里巴巴升1個6毫半，華虹宏力跌29個1，長飛光纖光纜跌5個3毫半，建滔積層板跌15個3毫半。期指夜市即月跌14點，總成交超過1000張。據報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計劃出售過剩嘅人工智能算力，觸發環球晶片股下挫。環球晶片股骨牌式下瀉，觸發點嚟自社交媒體龍頭。彭博引述知情人士報道，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正計劃將過剩嘅人工智能算力向外部客戶出售。一直以嚟，美國龍頭科技企業投入以千億美元計嘅資本開支，構建超級數據中心，推動人工智能發展，成為半導體上游產業嘅最大推手。Meta 出售算力，令到市場質疑一眾企業未來嘅資本開支，仲係咪好似想象咁龐大？今年嚟強勢嘅晶片板塊，尤其係記憶體晶片股首當其衝。美光同埋閃迪 SanDisk 星期3大跌超過1成。到星期4嘅亞洲市，三星同 SK 海力士接力下挫，拖累韓國股市急跌超過7%。有分析認為 ，Meta 嘅舉動相信只係屬於企業自身業務策略調整，唔反映市場對人工智能資本開支呈現收縮。你成個 Meta 去做之前嘅咩 Llama 嗰啲嚟講，已經喺個市場上消失咗。咁變咗佢再投錢落去搞嗰個嘅即係叫做算力咧，基本上咧就係燒錢。佢終於咧就係即係唔做敗家仔啦嚇。個市場其實睇到咧幾間大嘅公司，無論係講緊 Nvidia 又好、美光又好嚇，即係海力士啊、Samsung 嗰啲，喺而家嚟講咧就基本上簽任何嘅合約咧，都係講緊簽晒2026年嚇，甚至係話去到2027年嘅年中打後嘅時間。Meta 創辦人朱克伯格早前喺年度股東大會上曾經表明，如果最終出現算力過剩，會考慮對外出售。摩根士丹利就認為 Meta 出售算力嘅規模相信有限，唔足以改變全球人工智能數據中心持續擴建嘅大趨勢。無線電視盧佩欣報導。本港零售銷售連升13個月。5月零售業總銷貨值按年上升7.9%，高過市場預期嘅6.7%升幅。期內珠寶首飾、鐘錶同名貴禮物升幅比較大，升超過2成半。百貨公司貨品升大約9%，燃料就繼續下跌，跌幅大約1成2。
政府發言人話，大部分零售商主要類別嘅銷售都有增長，展望未來經濟繼續擴張，本地勞工收入持續增長，加上訪港旅客繼續增加，預計有利於零售業務。財經消息到呢一度啦，多謝收睇。